早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30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高雄阁发生啉烧酒赛车弄着人的事故。这是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啉烧酒赛车弄着冰冷弹，造成店员甲一个骑奥多摆的人受伤送病院。警方发现讲，又果是啉烧酒赛车，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高雄市政府伫昨昏嘛提出5项要阻挡啉烧酒赛车执法的措施，包括未来载人爱去殡仪馆做服务，要用吓惊方式来阻挡。出动吊车将卡伫槟榔担甲面体之间的白车拖走，消防车也等伫边仔，因为肇事驾驶先弄向对向机车汽车了后，佫冲动槟榔担甲面体驾驶光线，造成气体外泄。警方将肇事的驾驶找来了后，发现佫是酒后赛车。现警方拦检心虚加速逃逸闪避一辆机车，擦撞之后又追撞到对方的店家，致使瓦斯外泄。日北暗时，警部针对啉酒的场所出地酒后开车，驶50人驶的小客车，看到警方心虚驶走，造成槟榔担店员骑机车人受伤送医，好在无要紧。驶50人酒测达0.5字，已涉犯公共危险罪以上。经酒测值超过标准值，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八港专区酒后开车大执法，29暗时也宣布5项措施。第一是未来经过有罪判决或者是关起诉，爱到殡仪馆服役。二是酒后开车累犯，爱定期去派出所报到，限制自己。三是有逃避责任的情形，检察官应向法院申请羁押。第四是经过劝导执意开车超速弄红灯冲撞，检察官应依照故意杀人侦办。第五累犯情节重大者，地检署会快速定价向法院求处重刑。除了5项执法措施，高雄市府也向中央提出6项修法建议，希望应有效协助酒后赛车。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交通部道安会统计，今年1月份到10月份，啉烧酒赛车弄死人已经造成261个人过往，这是比去年还佫较济。交通部是表示，会往3个方向去修法：第一是考虑弄甲人重伤也死亡就会扣车；第二，拍算要加重坐踮车内的人的罚金；那第三，要加强执法。特别过年一直传出有酒后赛车的代志，各地警方拢加强巡查。根据交通部道安会上新统计，今年1月到10月酒后赛车地数人数比去年较济，261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增加22人。各县市酒后赛车死亡人数，高雄比去年增加上济，第2是台东，第3是台南。今年有点往上升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美国是认为说，跟在疫情期间可能有很多人是喝酒，还有就是开快车，另外可能吸毒有关这是美国的经验，等不等于台湾的经验不清楚。道安会分析，今年到10月全国交通事故总件数是18万8040件，比去年同期减少5件。不过酒后赛车案件地数死亡却比去年同期增加9.2%，是台地主的现象。交通部长王国材伫拜二开专案会议讨论修法阻止酒后赛车，初步向3个方向包含触犯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无执车辆，累犯定期为5年修正做10年，也提悬公车乘客罚金加。我们现行针对同车乘客的部分的话，是会处罚这个600到3000元这个罚款。那我们也会来研议提高同车乘客的这个罚款。加强执法，区间测速也是重要一部分。年初传出国内部分区间测速是用中国零件引起自案记录，遭到全面停用。交通部已经制定相关检验标准，那各地方政府设备通过检验认证，就应恢复执法。只要认证通过，我们希望部长特别交代，马上恢复执法。全台45个区间测速会陆续恢复，初地甲执法，其中以新北市8个所在上济，桃园7个所在，宜兰甲苗栗各4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这位关心天气，今日方面晚间东半部不时会落雨，各地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2度之，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方面，加上东北季风，伫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云拢较高；东北部、基隆北海岸雨嘛较粗。若西半部今仔日是稳定的好天，不过早暗天气较凉冷。
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2度指，日时会小可回温，高温有18度至26度。若明仔到礼拜日，3天的元旦假期，东北季风会继续影响咱台湾，早暗拢较凉。下暝暝元旦这2天上介寒，低温剩11度。若暗时要去参加下年的活动，也是透早要去看元旦头一逝日头光，乡亲拢爱穿好少。开乡亲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每年要动工的高雄小港运动中心，向亚公中央出2亿，台电中油是补助1亿3000万，地方就唔免出钱。国民党的市议员是质疑讲，高雄市政府唔免编经费，看起来真奇怪。来看《中国时报》，针对2022年地方首长的选举，民进党即马已经震动起来啊！昨昏是成立选举对策委员会，由党主席蔡英文带头操盘，副总统赖清德甲桃园市长郑文灿在民进党接班的团队嘛拢伫名单内底。来关心《自由时报》，金管会伫昨昏时证实讲，已经同意款项公会的建议，民众买卖股票会当缩短钱入口座的时间，动工就会当入效，唔免搁再等啊！上紧伫明年4月底会实施。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4例大病一件案例，并无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之前有宣布讲，对明年元旦开始，有一寡行业的员工拢爱先做过2档预防射，才会当去上班。严格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是质疑讲，这款规定可能会违反宪法。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并无强制，只是要求。另外，上新的消息是，由民间买的捐予咱政府 BNT 预防射，伫今日早起6点外，搁送来1批啊，这是第15批，计共有93万外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2到拜3新增加14例境外移入个案，其中1例是国际航空机师，案例17068，个案捌做过2档的 AZ 疫苗，12月2日飞美国纽约航线返来台湾，需要入去防疫旅馆来检疫，期间是无症状，5加9检疫期完了后采检才确诊，这是今年7月以来第7例机师去挖到。另外，指挥中心进前宣布，明年元旦起，部分场所工作人员爱完整做过2档疫苗才发到工作。严格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向监察院来定情，涉及这项政策严重来危险。对此，陈市长回应表示，一切是依法行政。宪法上面哈，当然有就是说，可以避免紧急危难哈，那增进公共利益哈等等的哈，都可以用相关的我们的措施来把它补强。那这是也为了一个公共卫生上面所必要之动作，但我们现在并没有强制，我们现在是要求。但市长强调，这阵国际疫情是非常严重，莫以为讲台湾无本土案例就使置身事外，若是无做好相关的防卫，等疫情再起就维护了。另外，拄上线疫苗防治1万通的疫苗地图，会让民众查询注射疫苗这资讯，因为也伫测试阶段出现袂少的错误，指挥中心讲欢迎指正，会马上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台湾的空手道代表团对哈萨克登来，目前有13个人去挖到，其中有7个人检出来是挖到 Omicron 变种病毒。体育署是表示讲，伫明年阁有世大运，也阁杭州亚运，要安怎保护咱的运动员会阁参详。空手道代表团22人去杜拜甲哈萨克参加世锦赛甲亚锦赛，回国到即马已经有13个人感染。体育署表示，已经甲指挥中心开过一届会，查清楚可能挖到的原因。希望再进一步了解到这些以后对这些代表队出去的一些防疫，应该再特别注意的，在赛会的时候都是哪一点哈。体育署指出，确诊选手甲教练目前有人无镜头，也有人闹听家哨，而且温度正常。指挥中心表示，目前7个人确定是 Omicron 变异株，还有5个因为 CT 值是29至34有较悬，无法度成功定数，按1701数是也搁伫定数。也不需要每一个个案都定出来是 Omicron， 因为这是一个群聚哈，我想就是应该来源蛮清楚的，都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事件哈。罗义军讲，13人拢是共种病毒株，其他个案照 Omicron 方式处理。对体育署来讲，明年有世大运甲亚运2大比赛。你做选手要出国，也是会做评估，你是无必要的卖出去。如果这个赛会不是这么样的重要，没有它的必要，比如说一些异地训练的等等这些，尽可能我们就不让他出去。所以现在大概会是我们的世锦赛、亚锦赛，会做一些的评估，还有主办国的疫情的状况等等这些，还有它的防疫的一些措施。因为世大运甲亚
亚运杯分队大部分已经驻第2支，而且咱5个月。调数是讲会安排驻第3支。以中华女子骹球队来讲，第2支还未满5个月。1月中华要去印度参加亚洲杯，会请指挥中心专案研判，是毋是爱提早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8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43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964例。中国病例有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200万例，法国嘛超过937万例。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即马烦恼讲 Delta 抑个 Omicron 拢真高传，会造成疫情无法度控制。因为伫顶礼拜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比前1礼拜加11%。法国每1秒钟就有2个人确诊，若澳洲的确定病例一天嘛对6000例，即马升悬到11000例。Madame, ouvrez la bouche, ça va vous aider à respirer. 当前靠后病房护理师为患者提供上诉，疫情到即马医疗体系爱支持的按表增加，尤其流感可能会过来，约有500万人无做疫苗。法国至到通报过去24点钟，新增加确诊数比前一天增加15%，高创下法国甲欧洲新冠纪录。过去几天一直创新纪录，引起当局高度关心。Plus de 2 Français sont diagnostiqués positifs au coronavirus. Nous faisons face à 2 ennemis. Vu les chiffres que nous enregistrons depuis quelques jours dans notre pays, j'aurais tendance à parler de raz-de-marée. 事实上，就是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也有同款的比如 Delta 加 Omicron 拢快速传播的特性，两种新变种病毒斗阵发作，都爱特别重视。Right now, Delta and Omicron are twin threats that are driving up cases to record numbers, is leading to spikes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is leading to a tsunami of cases. 伫澳洲雪梨博斯加都市，真侪体检站排甲长路路，真侪人等甲是真烦。We went to about 10 different places, sold out. 雪梨甲新南威尔斯省部分地区，这一天确诊数为6000增加到超过1.1万例，维多利亚省为1000例增加到新冠的3700例。昆士兰健康官员表示，有8成确诊是 Omicron。总理莫里森要开紧急会议，希望对密切接触有更加清楚的定义。在无共款的情形之下，应该用什么款的体检方式？公司新闻黄云玲评价。继续关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是显示讲，美国一天就有51万人确诊，有58%拢是去挖到 Omicron 病毒。根据上新的研究嘛，发现讲 Omicron 对感染到发病时间短短尔，所以家己用快筛试剂嘛验较袂出来。美国疫情佫出现真严重的情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追踪数字显示，27一天新增超过51万例确诊，创下疫情以来上多。不过无排除甲圣诞节假期检查站关起来，造成通报延迟有关系。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的网站数据显示，过去7天的平均每天大约是24万人确诊，转来到今年1月疫情高峰的水准。CDC 估算，顶礼拜确诊病例内底有58.6%是 Omicron 的变异株，搁再来是 Delta 占41.1%。Right now, what we're seeing with Omicron is, and the data is really showing not only from locally but also internationally, that it doesn't seem to be a more severe illness, particularly for kids. However, we're seeing many more children infected at this point and being admitted to hospitals. 另外，根据 CDC 上新的研究报告表示 ，Omicron 的潜伏期比其他的变异株较短，只有大概3天左右。中和感染的机会是真悬，杨国卡斯是进前捌挖到，也是做过疫苗，症状大部分是真轻。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也表示，由 Omicron 的高度变异性，加用快速检查剂伫检查时阵，可能比进前的病毒株更加无准确，较验出假阴性。The children who are under 5 are not eligible yet for vaccines, and so they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part of our population.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we can do to protect them is to vaccinate.
这原正伫颜色百老汇音乐剧新版《The Music Man》的影星小杰克曼，离白公布家己确诊，出现脑后上涨、流鼻水才轻症，试验的场次也被迫来取消。大家注意的是，小杰克曼3礼拜前才讲做疫苗的加强声，这阵也是遭到突破性的感染。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欧元的纸票甲银角价伫欧洲已经流通买20年，真侪人是认为讲单一货币是造成物价起的凶手。不过官方的统计是显示讲，实际上钱无变薄，加上欧元有几十种放假钱的机制。欧洲的中央银行就表示讲，2020年假钱的比率已经降到20年的新低，单一货币有好无歹。2002年元旦，欧洲民众除了欢庆新年，10个国家各迎接大衣货币欧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甲西班牙比赛塔顶货币拢进入历史。20年后的今仔日，欧元一直保持世界第2大流通货币的地位，不过有人认为，这是造成物价起起来凶手。有德国民众佫批评欧元根本是灾难。Hast du voller Wagen von Einkauf gehabt und jetzt mit 100 Euro noch nicht 2 Tüten. 有德国人甚至摕德文的真贵来造字，讲算像欧元叫做贵元。根据官方统计显示，德国作为欧洲上大经济体，实际的通货膨胀数字无起来。意大利学者佫指出，毋是真贵的物件，因为货币转换做欧元，生意人将买数无条件进费，互大家感觉是起价。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欧元差不多290亿张，透过各种技术，互欧元有10多种放假做机制。欧洲央行主管表示，要摕到欧元假钱的风险真低。La qualité des contrefaçons est en général assez faible et toute personne ayant appris à reconnaître les signes de sécurité des billets en euros est a priori capable sans aucun problème de les détecter. 另外，欧元的银角价由欧元区成员国家己铸造，一边是共同设计，另外一边是各国特定的图像，比如爱尔兰是徛琴，法国版本是一张旗画。即马欧元流通10年，要改造。欧洲央行表示，按算2024年对新设计做出决定。当年设计师希望新版欧元应保持中日图像的传统，未免有大细目的情形。公视新闻陈慧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各地乌克兰边境增加兵力，美国的白宫是表示，拜登今仔日会甲普丁通电话，可能会警告俄罗斯唔通假输。来关心日本的疫情搁变严重，3天一天新增加500例。另外，西班牙即马拍算要放令，确诊者隔离的规定对10天缩短变7天。来关心北韩的媒体是公布因的领导人金正恩的相片，这是伊伫劳动党的会议顶头，看起来规个人拢变瘦，互外界搁咧回讲这敢是替身。来关心香港的媒体，网络媒体立场新闻，昨昏有6个高层互香港政府掠去，其中嘛包括政党师、香港的歌手何韵诗。立场新闻嘛宣布要自遣所有的员工停止运作。上新的消息是，伫昨暗11点，立场新闻的面册已经关起来啊！唔係錄影啊，唔係錄影啊，直播緊。日到透早6點，香港警方國安處前往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現任香港記協主席陳龍生的住所，提反映的公文指控違反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要立即拘捕調查。陳龍生提手機佇面冊直播，不過叫警方阻止，警告可能妨礙辦案。我知，我聽下包幫辦講先。香港國安處透早攏總動員200個港警，分走真濟路，拘捕立場新聞6個前任甲現任高層人員，也搜查立場新聞辦公室，查找真濟證物。立場新聞前董事香港歌手何韻詩，同款嘛佇早起6點佇住所互人掠去，人互帶去西區警署。佇面冊報平安表示心情 OK， 請各位關心我的朋友唔免煩惱。We are all in danger in Hong Kong because we are on the edge of
becoming just another China city where we would lose all our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protest. 何文诗较早捌真侪届参加香港社会运动，捌讲即马香港特别失去言论自由。即届去人逮捕的6个人，分别是立场新闻前总编辑张派权、前董事周达志、前董事吴爱怡、前董事彭敏生、前董事何文诗、代理总编辑林小东，若是陈龙生黄大会调查无拘捕。I think that the situation and the message is clear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making reports and doing and covering news story will have some criminal result. You may be charged, you may be limited your freedom. 香港新闻处表示，互人抓到这6个人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香港政府对立场新闻大动作抓人，整肃新闻媒体的做法，互外界当作恐吓香港媒体，也引起正面议论。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艺人何文诗甲立场新闻的媒体高层，互香港的国安处抓去。咱陆委会伫昨昏嘛有出面声援，认为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威胁，即嘛愈来愈吃力。这件代志咪当看出来中国欺骗的本性，一国两制是白贼话，已经互看破脚手。那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中共才在12月20号通过去发布所谓的香港民主发展的白皮书，也一直强调说，不意味着会去镇压任何批评政府的这个声音，或者是不意味着会去反对不同意见的存在。但是事实证明，香港保护民众拥有人权跟基本权利自由的这个基本法，完全产生不了任何效果。香港的媒体传媒不断的被这个恶法逮捕。那从这个事件更可以看出，中共一国两制这种欺瞒的本质。我们还是要呼吁相关机关，不应该这个对人权自由，特别对新闻言论自由给予这样的一种伤害。不要再成为这个共犯，我们是希望有关当局要悬崖勒马。咱陆委会是强调讲，咱台湾的政策甲立场，认为香港人有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权利。也毋过香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的基本法即马只是好看头的尔。立场新闻的媒体人互抓去，佫是嘛突破中国一国两制的白贼话，相关单位毋通变作共犯。来关心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外，毋那伫媒体引起大家拢毋敢讲话，学校内底嘛有惊吓的气氛。有老师就讲，以前老师甲学生伫咧上课的时，拢会当自由来批评政策，也毋过即马讲话拢爱变甲真细致。有一寡老师已经决定要放弃教学、放弃教册，移民去外国重新开始。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伫香港做老师变甲真困难。Someone would say that nowadays being a teacher in Hong Kong is quite a risky. 范好比注意到，今年用英文名字受访的 Engine 原本甲通识科为培养学生批判思考的能力，伊进前鼓励囡仔对政策提出无共款的想法甲批评，即嘛讲话是真细致。Now we are afraid that some criticism on the policies may be accused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or inciting hatred towards the government. 伊课几个月前被改做公民甲社会发展科，甲一国两制、中国发展等。香港教育局强调，中小学设公民科是要互学生更加了解香港甲中国是真密切。爱国教育影响的不只是通识老师，甲中国研究的客伦也表示，已经参加过新教学指南演习，也是惊出代志。The teaching atmosphere in this school has changed. This change in atmosphere affects our own autonomy, our teaching autonomy.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does not clearly tell you what you cannot do. 国安法带来惊吓，已经互部分老师放弃教学，移民出走，学生也有这种现象。
Now we see a trend that students are much younger. Some of them are considering going abroad when they're in primary schools because they can relocate with the family. 不止留学业者有感觉数字也讲话，几项统计显示，小学甲幼稚园的学生人数有减少现象。除了疫情，出生率下降，也有移民。那用总人口来看，根据港府统计，国安法实施一年已经有将近9万人移民，不过英俊也无想要走。There's still some space for me to deliver some message. That some values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so I'm eager to stay for some more years, so that I can do something for Hong Kong. 英俊希望所有少年老师，无论是毋是要离开，都唔通忘记真正的教育使命，也把握时间，尽力让香港的一代能保有一寡判断力。公司新闻齐婉玲评论。明年底2021年要举办县市首长的选举，外界即马是关心讲，新竹县市若总讲要合并要升格，即马敢袂赴？新竹市长林志坚是表示，时间看起来目前是也会赴，希望朝野会当好好讨论，若无就要搁等时当。大新竹合并升格是毋是赶着明年底县市长选举？提出这议题，新竹市长林志坚认为有机会，手法有急迫甲必要性，希望朝野坐来好好讲，若无就要搁等4年。错过了这一次，那么再等就是4年。那如果诚如这个朱立伦主席说的，2026的话，那我想要问的是说，那足现在就有急迫性、有必要性。那为何我们可以做，可以快为什么要慢？苗栗县长徐浩昌表示，新竹市长林志坚捌向因讲到，苗栗豆粉甲竹南应并入大新竹，伊批评这是想要消灭苗栗。那假使是安尼，也参选大新竹市长。如果你把头份竹南并过去，那我就变成我有机会写什么市长。但是。我觉得啊，我有嘴巴可以讲人家，自己本身要以身作则。是。我苗栗国的国防都干了，我还干你们的什么市长不市长？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二把的方式，完全没有规划的方式，而且破坏整个台湾整体发展的方式，就为一人之私、一党之私，连民进党的朋友都看不下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支持竹竹苗合并升格，佮批评民进党无拍算提出国土规划财政收支为分的政策配套。民进党地院党团总调郭建民批评朱立伦将苗栗加入大新竹合并是故意增加阻力，无要让大新竹合并升格。他们内部的派系庄脚的问题嘛，没有办法解决嘛，内部炸锅了嘛，所以他弄一个更大竹苗。台湾兄弟小，请他们说明嘛，他哪些程序有困难，请大家要面对，好好的沟通，朝野携手合作，绝对能够如期。下个月立法院临时会是毋是处理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郭建民讲，民进党团内部一个讨论过几工就会较真。记者综合报道。若明年1月初9，台中第2选区就要进行立委补选，哪力即马拢在有票。民进党的候选人林正基是呼吁民众爱团结，用选票来压倒地方的势力。若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最近是直头在行基层，要拼最后几工。进场守护，终结恶斗。台中市第2选区补选进入最后阶段，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文带竞选团队营造团结气势。民进党中治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林正基呼吁选民用选票终结台中地方势力的欺压，佮向台北中正艋舺区的选民发声，和林强做留伫立法院，终结、停止、扭转地方邪恶的家族势力、不当的家族利益盘踞在地方那个永不离开的恶灵，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们一起在1月9号把长左留在立法院，把我送回立法院。民进党结合无党籍立委林长珠，希望共同拍赢1月初9的中治选区补选，甲林长珠罢免案。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是到台中乌一区明德花园市场扫街拜票，进前公布的公投公休政见，被质疑是抄民进党立委高虹安公听会发言内容。伊强调，只要是对国家社会有帮助的代志，未来都甲民进党保持合作关系。我的这个政策3件里面。
我们把这个公托公幼放在第一个重中之重。我们小编引用高虹安委员他所说的内容，也是线下这个情况。我们跟民众党之间，只要是对社会有帮助的事情，我们都会彼此合作。伫1月初9补选只剩11天，那就能把握最后的时间，未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要关心高雄寿山动物园伫今年5月底开始休困要改建，这个总经费爱5亿。不过最近有一份市政府发予台电的公文，要求因爱关8,000万，其他亲像中油、中钢一寡民间企业，也拢互要求爱关钱。市政府是强调讲，这拢是依法来争取经费。休园期间的动物伫电视区内行来行去，过甲真清幽。高雄寿山动物园对5月开始休园改建。总经费大约是5亿，即马算推出其中5,000万是市府负责，剩的4亿5,000万，市府发文要求台电等等的国营和民间企业捐助。高雄因为有大林电厂、兴达电厂，还有南火电厂，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地方回馈机制。因为台电、中油和中钢伫高雄拢有设厂也是公司，所以拢互要求捐助8,000万。国营会表示，台电和中油董事会目前还未通过捐助案，不过金额比例拢有符合定数。新建中的设施的话，它按照规定本来就有一定金额比例的一些协助金可以回馈给地方的，所以这个东西跟各公司的盈余亏损的没关系。要求捐助引起议论，高雄市长陈其迈29出席社体动土仪式的时阵，表示台中去年也收到台电捐助3亿6,000万，不会讲这不是强制捐助。发电的度数是490亿度，以109年为例，所以根据这个电业法相关的规定，来这个回馈地方，支持地方的建设，这个已经是行之有年。虽然是正常申请，不过因为金额收悬引起讨论。陈其迈表示，争取的经费拢会用来改建动物园，也有得到议会部分党派的支持。强调争取建设是地方首长的责任，外界唔免过度解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铁新的列车 EMU3000才起行就漏开，传出讲变速歹去无法度用。台铁是表示，这个变速的自动门因为害去无法度自动关起来，中昼驶到台东的时已经派原厂的人去修理。早起9点37分，台铁新车 EMU3000厢坐列车准时到花莲站，机务段人员立刻上车抢修。EMU3000正式载起头一天，第7节车厢多功能有线测速都发生故障，互列车长大封条暂停使用，旅客感觉无方便。尤其是共用测速第6车厢，也是台铁新推设的头顶商务舱。商务车厢的厕所就故障不能使用，结果到八堵站之后就被列车长贴了那个封条。之前第一天厕所就坏掉，就有点傻眼，一开始就坏了。商务舱旁边的厕所。对。台铁证实，新城际列车测速是自动门故障，列车晚近中昼登去台东机务段了后，原厂入入技术换自动门控制器，已经恢复正常。台铁要求原厂要伫1礼拜内提出专人检讨的分析报告，要求加强自动门控制器的检修。新车头一天正式载客到问题，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 ，EMU3000城际列车还搁伫咧验收阶段，要求台铁大细项拢要详细检查。大大小小有任何的一个状况，一定在这个验收前全部都确定完，才能够这个通过。铁路列车的验收它是投入营运一段时间以后才验收。我希望台铁是用一个最严谨的态度来办理验收。另外，针对前立委黄国昌两边的面册大文章，台铁4月开始营运的 EMU900型通勤电联车，一直到11月份有684次故障。台铁坦白承认，有4件是列车行驶中还是出车前发生故障，其中2件影响列车慢分超过10分钟，会督促车厢改善缺失。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在做战机的汉翔公司台中厂伫昨早10点发生营业爆炸严重的公安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即马已经予台中市政府的劳工局要求停工接受调查。救护车将伤者送到急诊室，有的人等油水部，有的正惊吓，因拢是台中汉翔公司的员工。刚才疑似粉尘爆炸，刚才疑似粉尘爆炸。
而到早起10点外，台中汉翔厂房发生粉尘起爆意外，第一时间7名员工送去其中4个员工到院进前，无生命现象急救有缘重伤不治。另外1名姓田员工受日级受烫伤，也伫监护病房观察。爆炸时阵也互民众翕落来。我就先听到爆炸声啊，刚好我要上学，然后就从宿舍走出来，然后就看到天空都是黑的，这样都是烟。民众讲听到真大爆炸声，佮不出大量烟雾。汉翔公司表示，发生意外是8号片厂，迄个时阵咧做民用机的零件生产，白金加铝合金切割产生粉尘，引起爆炸。不过爆炸原因，消防局爱个调查。上方都有粉尘的吸收器，吸收的粉尘到了这个粉尘的收集器里面，一定有问题才有这个公安事件嘛。是怎么造成的？是静电或者人员操作，还在做一个厘清。台中市劳工局也启动调查，目前已经要求汉翔停工，若确认违反职安法，相关会罚30万。先勒令停工，查明相关的原因，作为改善之后才同意复工。另外也会查明是否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规。这个工安意外造成1死6伤，汉翔公司讲会负起上大责任，也强调爆炸散线甲战机改造厂房无同，未影响各机各造的机程。汉翔除了这个意外，今年8月甲9月分别发生毒气外泄甲工人电调的工安意外，内部管控是毋是有问题？主管机关也爱斗阵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来关心，即马啥物物件拢要起价。中华有卖肉丸的店头嘛，传出讲明年1月份开始，因的肉丸甲汤拢会起5块。也毋过伫宝岛的肉丸老店讲，因暂时无要起价。一粒一粒饱甜的肉丸，一整开就冲出香味。伫中华市区的这间老店阿中肉丸，一开店就袂少人客，也食做中华的代表点心。不过物价别行起，即马老店也经袂调，要对咧起价。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都涨了，酱油涨，猪油涨，它那个粉也涨，外带盒也涨，塑胶袋也涨，什么都涨。业者打出起价的广告，原因也是因为物料拢总起价，包括番薯粉、食用油，还有肉类等等的食材拢总起价。顶摆起价是伫3年外之前，即摆实在记载袂调。按算逐粒肉丸对45块起到50块，汤也起5块，若消费者是表示会当接受。就买对无？迄个无要紧的。另外一间老店阿三肉丸上出名的就是有包干贝，吸引袂少足顾客。业者是表示，即摆袂对咧起价。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有调整过一波了，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尽量 hold 住，让消费者能够继续的接受。若南中华北斗肉丸虽然有较细粒淡薄，毋过维持一粒20块的价格。业者表示，因为人客大部分拢是在地人，南中华的消费水准也相对较平价，暂时嘛无要起价。东西它现在都在涨价，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先自己吸收了，调涨是目前来讲是没有打算。业者讲，北斗肉丸确实10多年来无调整价格，不过避免大家拢起价冲击到传统点心，所以嘛选择暂时无要对咧起。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农会今年有安排7场农业诊断，是安排农业专家到地去教一寡少年农民，互因的技术会当愈来愈进步，嘛希望少年家会当回乡种产。农委会农业试验所的老师详细含青农分享种植的知识，少年农民因为经验相对有较欠缺，有当时拄到虫害、农药的问题，唔知安怎处理。台中市政府办青年农民辅导计划，除了基础课程，还有农场实务，也特别安排辅导老师亲身到地指导。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可能是说在于说，因为它的叶子跟侧芽很多，然后比较容易藏就是一些虫，然后。像我们在喷药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喷不到，那可能在喷的时候就会喷太多，然后就会导致可能叶子会腐烂之类的。台中市农会那作为一个媒介来邀请我们的农事所、农改场以及种苗场的老师来到他们的农场来进行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农场诊断。邀青农为了提高无毒栽培产量，要做盲式栽培，却唔知安怎维护管理。经过辅导老师的协助，佮传授智慧农业科技的技术，或者的少年农民对种植管理佮较进步。像我们以往我们在淹灌还有施肥上都是用钩灌的方式，然后施肥也是以
在直接施洒于田间的方式去做管理啊。现在老师这边有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可以运用养液的方式，让肥料还有浇水的那个范围变得更均匀、更集中。台中市农会表示，今年总共办7场的农场诊断，希望透过专业的辅导，会当鼓励少年人回乡做田，做伙推动在地农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人即马因为食食西化，每一人每一年食米的公斤数，当年拢在下降。中华有一个农民林兆营拍拼着推广食米的文化，嘛利用科学的方法来种田，减少使用农药。下午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带乡亲来看伊的故事。那这个我们的微气象站啦，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收集它的风速、风量，然后风向，还有我们的大气的温度、湿度，还有它的降雨量。解说是原产区的智慧化设备，让农民理解对风速到10度，安怎用科学的方式来监控。林兆营招农民加入优先种植了后，确保每一个参与者唔但会当减少使用肥料，收成的稻米嘛会当下客族的标准。老一辈看伊蓄水，看伊当时来补肥，阮拢无经验的话，买落还是较无可能甲伊的标准到。互咱较会当去欠啥物，阮来爱随后一遍下肥时阵爱补啥物较济，啥物较少啊。饮水的量爱较济还是较少？治水乡的土壤是肥底的乌土，饮产的水，阁是食有丰富有机质的露水溪水。这互林兆营认定是开发稻米事业的宝地。5年前，伊甲台农82号米引进当地，招当地农民同齐生产。林兆营嘛甲学校合作，对校园开始推广。斗阵加强生产力能软体的应用，让消费者透过简单的手机扫描，就知影食的农产品是对倒位来的。什么叫生产力？对咱的身份证啦，吼，伊会甲你讲你是伫当时种啦，啊有啥农药有啊，检测有啥物无吼。林兆营用行动来爱土地，对露水溪出发，推测到社会的每一角是更较远的所在，让咱台湾的稻米产业会当行久长的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国家摄影文化中心，目前有在替3个咱台湾的摄影前辈举办2022年咱台湾摄影家100岁的纪念展览。这届有经80多张相片，展现咱台湾战后社会面貌。用卡面仔掠伫咧风中摇摇摆摆的番麦田，也用素描的方式记录日常生活的物件，轻松佮自然，呼应1930年中国都会摄影的风格。摄影家陈凯17岁吊顶的这3张相片，互伊决心对银行员行入摄影的世界，一翕就超过70年，见证台湾重要的历史时刻。伊是本身是上海人，但是伊伫咧北京大汉的。尾也阁走来台湾，所以人生安尼飘飘的时阵，所以你也看伊的风格来讲吼，来讲有一寡写意，实际上也有一寡伊家己的看的龙主心声迄种感觉安尼。整理底片出身的摄影家李明雕，1950年代注心伫咧翕人体摄影，以特殊的光线甲机卡呈现蔡氏怪舞团舞者充满高等美丽的姿态。台湾早期彩色的摄影前辈者林冠洲的作品，也伫咧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展。明雕先生最早的可以讲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大概就在光复以后，他到台湾拍照，台湾摄影这个博物馆文化学会，我们的学会要能够诞生，明雕先生对我们的帮助实在非常很大。这3位的100岁的这个摄影家，我们非常非常怀念，把人文、历史、土地所发生的一切都留下了给我们后代的子民。2022年，大好是摄影家李明雕、陈凯甲林冠洲100年铭记，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取80多张相片，展现战后台湾的模样，也向摄影家前辈致意。记者阿敏晶、张玉诗台北报道。高雄市政府伫爱河边举办社会主体动工典礼。今年度伫高雄高雄区市的社会主体长得起，目标要起10500户。市政府嘛有通过扣囤房税，会增加3亿个税收，要摕来补贴少年家税厝。祝工作顺利，圆满成功。
高雄新都段社会主体动土，基地徛伫咧美术馆甲爱河边仔，算是高雄黄金地段。按算要起11楼114户，1房到2房的厝，而且阁有托婴中心，未来要互少年人甲弱势家庭优先申请。今年有4、5次，明年有1次的这个工地。那另外这个国家驻都中心呢，有9处的工地在我们高雄，那也将在这个陆陆续续在4年内这个落成。新都段社会主体按算113年完工，市府甲国家主导中心合作，有真侪工地等咧起。目标是10000通户，而且市府则通过囤房税，估计会增加3亿税金，要用来补助少年人税厝的租金。由囤房税的税收来增加青年的这个租屋的租金补贴，大概会增加1万户左右。都发局表示，每年阁会推出社会主体用地，目前有5个所在当咧评估，社会主体数量会逐年增加，保障青年甲弱势民众大的权益。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咱台湾头一间戏罗疗养所上山疗养所，虽讲早就拆掉啊，毋过进前医护人员也有所长的宿舍拢有保留落来，而且是登录做台北市的历史建筑。即马要开放予民间去经营艺文空间，希望会当予老建筑活化再利用。看起来清雅的日本时代建筑，嘛是台北市历史建筑的松山疗养所的宿舍。即阵结合民间业者营运，加做展览、文化课程等等的场所，互老厝有新用途。那因为它原来是这个医护人员的宿舍，所以它对医护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家，好，就是一个能够放松、可以轻松疗愈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呢，来持续把这里定位为一个艺文疗愈的一个空间。文化局表示，这过去是松山疗养所的医护人员的宿舍。疗养所本身是台湾第一间戏罗的疗养所，虽然目前敢若剩医护人员甲所长的宿舍，总是见证台北的医疗历史。另外，宿舍内底嘛保留真侪迄当时的元素。也就是说，这种日式房子，它的墙壁叫做编竹夹泥墙这样的一个工法，他们也把它保留下来。那另外像这个刚刚说的防沙的，我们它有一个消防的沙坑，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业者表示，这个建筑佫有一个特色，是融入西洋风格，四界空间嘛，互人有轻松的感觉。希望老建筑的中心，通正做艺文新地标。记者陈嘉文、徐凯台北报道。今头来国外来关心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德蕾莎修女，伫印度的加尔各答又创立慈善组织“人海传教修女会”，是传出讲，互印度的政府切断资金，袂使阁募款，这是引起批评，讲印度咧打压基督教。毋过印度的政府驳回讲无即款代志。前南斯拉夫出身的德蕾莎修女，在1950年伫拄脱离英国独立的印度创立仁爱传教修女会，主旨是照顾真善车的底层的民众。修女会慈善工作名声真好，德蕾莎修女也在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1984年，修女会应台湾天主教会邀请，派人来台湾服务。隔当年，德蕾莎修女也亲身来访问台湾。另外，伊过身将近20年了后，2016年由天主教教廷正式甲伊封做圣人。不过，这拢无法避免外界用放大的眼光来检视修女会甲所属的慈善机构。顶礼拜圣诞节传出，修女会方面申请换发对外国来募款的这个许可，遭到联邦政府拒绝。这敢若亲像断绝慈善机构的重要资金的来源。消息传出了后，互印度社会感觉真震惊。हमें नहीं लगता है इसमें कोई गड़बड़ है। मिशनरीज ऑफ चैरिटी दुनिया भर में जाना जाता है कि ये लोग बिना अपने पास कुछ रखे गरीबों का, बीमारों का सेवा करते हैं, देखते हैं。对此，修女会方面甲印度联邦政府立到同时来澄清，指出有关暂缓募款的许可，甚至是断绝资金的来源，拢是无影的代志。这个事件也凸显印度国内无共宗教冲突。福音派基督教被控甲穆斯林来合谋攻击印度教寺庙，另外部分印度教徒也被控祭拜攻击基督宗教的教堂甲相关的机构。
在野国大党在即摆争议期间，就批评人民党的总理莫迪煽动宗教仇恨。即摆固执换法，募款急召风波是宗教矛盾所引起的，也是政党对立所产生的假消息，也留予外界真侪猜想。国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埃及的科学家以现代放射线技术，甲古埃及的烦恼的身世会当看甲清清楚楚，唔免去吸着遗体，就当看到3500年前的木乃伊。古埃及法老王阿蒙霍特普一世3500年历史木乃伊所为开箱工程是透过电工、3D 电脑短暂扫描，甲先进的电脑软体定时进行，免解开甜的布条啊，实际吸着遗体，就用知影法老的样貌、年岁、健康状况，还有迄个时代木乃伊的制作甲安装方法，得到真侪新的发现。He died in the age of 35. We found the brain inside the mummy, and this would never happen. It happened with other mummies. The brain is there, 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we found that the mummy was mummified Osiris styl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but all the mummies after that had the same style. 考古学家伫1881年就伫埃及南部卢克索发现阿蒙霍特普一世木乃伊，为保存面孔甲外层的血管，一直无解开伊甜的布，即马用非侵入式的方式，发现内底有30个护身符甲一条腰带，下骹拢是金色的珠仔，也有发现这法老喙齿健康无当片的现象。35岁过身可能是因为心脏病发。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印尼的巴厘岛伫过去2冬，因为疫情的关系，当地观光大受影响，无人去观光去佚佗，真侪人拢无钱通赚，生活嘛出问题。加在当地有塑胶粪扫交易所，互当地民众会当捡塑胶粪扫去做回收来换米，顾不倒嘛顾环保，一兼二顾。将塑胶袋啊为粪扫桶当中捡出来，捡塑胶管啊，这塑胶粪扫即嘛是巴厘岛居民的宝物。Bagi perekonomiannya lah, membantu perekonomian untuk beli beras lah. Soalnya sampah plastik inilah bisa ditukar dengan beras. 民众讲的是伫巴厘岛进行年外的塑胶粪扫换米计划。过去2年，高度挖苦观光业的巴厘岛，因为外国游客减少真多，业者用要无收入，生活拢出现问题。即马若做回收等换米，算是解决问题。创办这项计划是55岁亚萨，伊原本经营素食餐厅，疫情之下生意也受影响。去年5月，伊决定创立塑胶粪扫交易所，用米做油品，鼓励乡亲做回收。Ada 200 desa dan kita sudah mengumpulkan hampir 600 ton sampah plastik, menghidupi 40.000 keluarga dalam 1 tahun. Dan ini memang benar-benar sangat direspon sangat bagus dengan masyarakat. 居民上来塑胶粪扫会卖互查某一间回收公司，政府也补贴部分资金。这项计划无限制交易次数甲数量，暗过希望大家塑胶粪扫拢是为家己社区回收来的，对当地环境才有实际帮助。亚萨未来打算将计划拓展到印尼其他的所在，互更较侪人参加这项经济环保严格的活动。公视新闻徐焕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部、吉隆北海岸会落地渐雨，那西半部拢是好天，也毋过早暗会较凉冷。明仔载到礼拜日3天的元旦假期，早暗嘛拢较凉，而且伫下年尾到元旦这2天上介寒，低温剩11度尔，所以乡亲爱穿好少。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